拉索。这啥？啊？啊，切着走。我吃鸡蛋多少钱？吃鸡蛋。我吃一个鸡蛋嘛，可以吧？啊，热的吗？热的。啊，热的是不是？来，给我整一个，我吃了直接。吃不吃鸡蛋？吃一个嘛。不吃吗？玉米吃不吃？啥都不吃你们。这个鸡蛋不行，我大哥，你看，鸡蛋要跟这个啥？这青盐，要青盐。我不要盐巴。这个皮好像不行哦。这个皮不行，兄弟们。啊。这个一个鸡蛋多少钱？那我买了。这个玉米多少？玉米一个5块。多买了多少钱？全部买了可以吧？那可以呗。要给他们拿一下，让他们吃啊。你要不要吃？那你们要吃啥呢？啊？吃啥呢呀？三个面的呗。三个面呗。公鸭子。钱有。呀，公安说。快点，动作快点。别怕冷的。公鸭啥的买的？好的，都在这里面。这个好多钱啊？我给一个5块钱。这啥？啊，这里。啥给100的？再给我100。啊呀，姐，你让干过来。老秦准的嘞。啊，就是老秦准的嘞啊。好的，准的嘞。放学了吗？打针去。放学了，对。呀，什么2点要上学。我吃一个。对，在下河县。兄弟们，我昨天从合作过来啊，兄弟们，喜欢苹果自己买。好的，兄弟们，公屏上打一下啊，点了关注的兄弟们，点关注一下行不行？多客气的。我们公司主要做啤酒的兄弟们，啤酒饮料那些，我们公司啤酒名字叫阿罗吧，很多产品兄弟们可以买得到超市。到时候大家品尝一下嘛。我那的要不要嘛？要的话送我。你这啥的买的，切磋？这谁买呢？这可以这样吃吗？这个是。这看着嘎子开的，看一下，这啥吃的？我靠！这行不行那的？俺不100。行不的，呀。这是干的钱？啊，让过100。这是工业这啥的，干的最大的。糖嘛，这个，我操，一个2个，呀，这样啊，袋子有没有？你数一下啊，呀，水果呀，你们拿完了就走啊，呀，来，你来数一下啊，呀，1、2、3，呀，1、2。找点几个就接去年呀马从啊其实冷藏的马去了呀去年呀就是呀啥不的吃不吃呀吃这个吗？这谁吃？咱不要了啊！15个了啊，15个了。咱不吃了，给吧。15个了。我总共拿了15个啊，这个。15个。好。这个是这个拿着这个15个。对。跟我100可以吗？你们也要吗？呀，谢谢。这个。你去。呀，要不要？呀，还要吗？呀，还要吗？10个那里。你个整你的天啊？22个。
扎起得来。要怕可以再搞。demo还是不 demo？ demo。后面有个美女，我咋没看到？哪里有美女啊，兄弟们啊？后面有个美女是哪里？我看一下。走吧，过来一下。走吧。可以不要让小孩镜头去。让他唱一下歌。谁啊？待会儿回家干啥？啊，回去知道吧？你们为啥不上学啊？放假了你不能这样啊？为啥这样呢？你妈妈生病了，爸爸呢？爸爸去打工了。啊？爸爸去打工了。妈妈病了啥？肺结核。肺结核花很多钱吗？花多少钱嘛？啊？肺结核。妈呀，石渠县嘎一乡。你多大了今年？啊？6岁，你呢？他9岁，你呢？11是不是？认识我不？网上见过我。谁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了？爸爸在哪里啊？你叫他过来。他去打什么工啊？送啥客户啊？哎呀，你爸爸怎么能这样呢？是不是？才8。别动啊，扎西的嘞。我看一下啊，我直播间石渠县的有没有兄弟们？认识他们两个不？干嘛动？不要孩子看啊！我直播间有没有石渠县的兄弟们？啊，石渠县的扣个1。石渠县嘎一乡是不是？免费制作的。你们那个什么那个肺结核是不是？肺结核花很多钱吗？肺结核啊？免费制作。问一下病人在哪里？不是2个小孩坐这里，肺结核是免费治疗的噻，是这样吗，兄弟们？我跟你说啊，你爸爸叫他过来，如果你们这个是真的，知道吧？没有报销的话，我可以给你出钱，知道吧？哦，但你爸爸也不能这样吧？我靠，孩子不能上学是不是？现在医疗都是免费的嘛。你们知道嘎一乡吗？啊？就2个小时。身份证。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这样啊，你有没有电话呢？没有电话吗？电话有不？电话有没有？那他怎么联系你们两个？他怎么联系你的？家在哪里啊？在这里吗？这里是不是？来，我给你们每人200块，知道吧？这买糖知道吧？这里有多少？呀，再整一个，啊！买糖的知道吧？然后你爸爸电话是哪个？没有爸爸电话吗？你让爸爸给我联系，知道吧？是真的，我可以联系你们乡政府，知道吧？哦，我可以帮你们，知道吧？但很多人说，我做了哦。啊，如果真的啊，那我不知道嘛。好，对不起。我后面有3个美女噻，你们说她是不是啊？我操个妈呀！不是，他们都在说啊，我今天后面有3个美女坐的，看一下。今天我们来把你肯定了。想采访一下是不是啊？你们她是我姑娘。说是你的姑娘啊？我们今天一早上等你呢。哦。你直播一看到你也是下河县的是不是？下河本地的。啊，下河本地的人。嗯呀。你们
是粉丝了，铁粉丝我们。你姑娘咋这么高呢？我靠！你看一下我，哎呀！讲话是说的，你别搞。哎呀，这咋不行？他是觉得你们想问啥，兄弟们啊？你们说，我帮你们问啊。彩礼多少是？把他们怕东西去。你们想问的啥，兄弟们？合作我昨天过来的兄弟啊，昨天我过来的。唱个歌是不是啊？一级同桌的，会唱歌吗？不会呢。为啥不会唱呢？哦，都说长得漂亮的不会唱歌哦，会唱歌的都长不漂亮，是不是？没有。是不是这样说法？来，你来唱是不是？我声音不好嘛，但是我想。但我感觉你能唱。想唱一首。来唱一首歌嘛。呀嘞，没得嘎不讲的当你人生路，呀嘞，人个心把讲的里讲嘎喽，呀嘞，人个心把讲的里讲嘎喽，呀啦巴扎嘿。呀嘞，没得嘎不讲的路你打算喽，呀嘞，人个心把讲的里讲嘎喽。呀嘞，人个心把跟着里正嘎喽，呀啦巴扎嘿，哎，唱的太好了啊！过来，小孩过来啊！小孩过来，不能露镜头啊！小孩。对的，那我做了啊。来，你今天想买点啥？我给你买。为啥？为啥？等着嘎里这个嘛。我的心意嘛，是不是？我懂，但是我领了。心意领了，是不是？就这。啊！呀！比我高吗？没有吧，他没有比高吧，兄弟们。哦呀，他西部的这样。阿姨唱的不错，是不是？请你们吃饭可以吗？吃饭吗？嗯，真的。吃饭的话，等一下再看吧，可以吧？哦。有时间的话，我今天有可能回一趟河南县。我们转一下下河县嘛啊，先问一下妈妈有没有男朋友？妈妈肯定有男朋友，没男朋友女儿才从哪来嘛？是不是？你这话说的。老板，这个橘子有没有？啊？橘子有没有？啥？橘子。橘子，你想把橘子卖给我是不是？对。为啥呢？你咋知道我买橘子呢？我刚在这边看到你就买橘子的。会唱歌不？不会。会唱，你唱一首歌，我给你买了。我不会唱的。我再好好说，真的，唱一首歌，你看我把全买了。我真的不会唱。为啥不会唱呢？这个不会唱。你找一个会唱歌的来，马上。这边认识的人没有。为啥没有呢？我是这边今天第一次过来。妈呀！我替他唱，我替他唱。你替他唱是不是？来。好，谢谢啊。就这个当然的。呀。热情在都大比，刚的心坎呐，坚强那你好几个看嘞，谁知把米的啦，我南去啦木有，谁里把米动着，跟啦相相起。哇，我南去拉木，南去拉木，跟拉相相起哇，我南去拉木，南去拉木哟。跟拉相相起哇，我南去拉木，跟拉相相起哇，南去拉木。哟。
扎西德嘞，扎西德了，兄弟们，可以吧？唱歌唱的好吧？他是装修公司老板，兄弟们，下河县的朋友们啊，以后多关注一下啊，好不好？特别好，好声音。水果在哪里啊？他就转一圈再来。转一圈就来。他走了嘛？那过来这样的，城管不让放吧？这个样的，城管不让。干那样的。对呀。兄弟们，在我直播间，青海的有没有？青海的扣个一啊！青海的有没有兄弟们？青海的扣个一啊，可以吧？可以。下河县负责人在哪里啊？他在直播，他拿东西呢，他为啥？真的，你们搞不懂，你们是要做宣传，还是你们要开你们自己的直播？你们想当网红是不是？产品呢？啊，你去拿几个产品过来？不穷锅炉大瓶和那个不穷扎西的瓶拉罐，有是不是？到我家小区门口了是不是？哎呀，你们都不请我上去吃个饭吗，兄弟们？啊，这边过去吗？你们都不请我，真的发誓。阿姨，都在说你老家哪里的噻？我是本地的，下河的。本地的是不是？下河的。拉风的。哦呀。从这家呢？啊。我在上班着呢。哦，上班是不是？做一点小事的。哦，啥生意啊？主播一点。主播。哇呀，那网红嘛，大网红是不是？妈呀！那兄弟们想不想给他关注啊？啊，都在问啊，都在问。你的抖音号叫啥？我的抖音号玫瑰是什么呀？玫瑰啊，玫瑰知道吧？圈。啊，那昨天抢我的呢。啊。那我直播间青海的多啊，兄弟们，点一下关注，能不能破个能破个兄弟们这个啥68万粉丝了，是不是？手机等一下挂，兄弟们点关注啊，等一下给你们挂手机。OK， 大哥，这个摩托车修吗？啊？哎呦，妈呀，差一点，兄弟们啊！走了，兄弟们。合作，我昨天来的兄弟，珠峰文化，啊。老板，刚才这个你先吃一下，这个口感。我先吃一下，口感怎么样？是不是？对。那这一吃你要卖给我吗？你尝尝了，给你再给。这个好多钱啊？啊？这好多钱？你给我说嘛。这边的话，我卖是全部多少钱嘛？你给我说嘛，一口价。到了4筐嘛，4筐这边有7筐的话是11筐嘛。你多少钱嘛？总共你就说，别给我说。给你也搞个福利，1筐100块钱。我卖的话是1100块，是不是？嗯。一筐有。一筐42斤。一筐有几筐？有这边有7筐，这边到了4筐就是11筐100给不了。嗯，真的10筐。就这边呢，我给你们卖的时间，那边你们也看到了，买的人就是10块钱3斤嘛。现在这一筐40斤卖。这里有多少嘛？这边有6箱7箱，这边有4箱嘛，到了。那这样啊，你把这个全部倒在这里。好的。把这个拿走。啊，我给你1000块，包给我，可以吧？全包给你。对，我全买了。可以了，对呀，把这个拿走嘛。好。不是，你先别这样啊。筐子里面全部倒到这里面，筐子拿走。等一下，都能吃得到吗？全部都倒是吧？对，都倒着。好的，走。啊，呀。全给的。他姐姐去搞。我的嗓子都哑了，给你。他的来了。唱了个。这你嗓子哑了，这你们这。你不要往这边倒嘛，这边倒嘛，是不是？等一下大家好拿一点嘛，多倒一点嘛。哎，那边站嘛，哦，开车嘛，多过来嘛，可以吧？过来嘛，可以吧？哦，你过来嘛，你出来，现在出来嘛，你现在出来嘛。然后到这里嘛，等一下大家拿的时候好拿一点吧，你把它倒的时候。对。
袋子有没有？袋子肯定有嘛。刚刚给了这里。哦，袋子。关注兄弟们，关注叫这个。哎，点了关注才能拿啊。这关注已经给你点上去了。纯件打上。全买了啊，兄弟们。哦，呀。点关注子，点关注子。快破那个78万了。对，兄弟们点一下关注啊！我去甘南挨摸啊秋馆了，兄弟们啊！前几天开业的时候，你到这里嘛，等一下，很多人拿的说好拿一点嘛。昨天在卓宁县，今天在下河县，兄弟，下河你们去过没有？往那边走，你过去嘛。哎，你过去。大家小心啊，注意安全啊。那都你过去，我这下去啊。对。过来。呀，这得等他爬回的，得把这个推到这里来嘛。哎呀，大家吃嘛。喂，呀，大龙，每个人拿一下啊。阿姨，你妈啥意思？兄弟们？弄啊，就他弄。哦，今天在下河，兄弟们，哎呦。啊？啥？妈呀，干啥？大哥，我们两个那个是扬州和我怕吃着家。我在下河，兄弟们，现在没声音吗？现在有没有声音啊？现在有没有声音，兄弟们？他的意思是呀，走啊！他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残疾人呗，然后是他邀请到他的房子里面去吃个饭。现在没得时间打过。点关注兄弟们。哦，展示得了，搞整齐，牙球。这看这，그거 통지래.营养早茶，俺们都加糖。哦呀，米拉的吧，切做的。兄弟们，喝过没有这个？来，你讲一下吧。呀，谢谢，没有钱。哦呀，考了开始子了的。呀。要打，要打回去啊！不要来了啊！呀，知道吧？哎呀，走了哦，咋没有了？兄弟们，我在。去看到你这挨什么？你很干什么的呢？哪个？我是这。啊。他也没主动跟我一起。啊。我就年纪了，他不跟他出去没给啊。你。大忙出去啊。以后慢慢做生意吧。我们现在目前那个手机上面没做生意，在那个实体店里面做着呢。你店在哪里啊？我店刚才那个思源边。呀，特别得劲些。那个我们跟我一起知道。我们先转一圈嘛，然后再看嘛，反正。点一下关注。兄弟们，帮忙给阿姨拉粉丝是不是？阿姨不玩我们那个抖音是不是？对。她在另外一个平台上噻。抖音上的直播，啊，我直播从来没看过。你说啥？直播我从来没看过，只有看你的。干嘛怕死？
阿姨说不要啥，不要啥。兄弟，我不再合作，我不再合作，嘎正气，兄弟，我过段时间来合作，给你联系啊。我现在不再合作啊。他在哪？可以。啊。这咋了？关注一下兄弟们，关注一下。他妈赶紧他把弄不得弄，他叫呢，叫包个真得的去。妈穿你啥的？粉丝穿你啥叉子呢？啊，产品都在这里啊。哎呀，你拿过来嘛，有啥呢？咖啡可乐哪罐的大哥？你们先不要进来啊，只有这个。这些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啊，0度，兄弟们，不喝酒的人可以喝一下这个。他们点一下关注嘛。点一下关注，没点。点一下关注。关注点赞。你们不要说话 ，OK？ 你说话也听不到。你全拿过来啊！你那里有多少我们公司的产品全部拿过来嘛？我买了，全部买了，可以吧？水果拿了就回家哦，别再走来了哦，回家。哦，去嘛哦，咱抢着爬送。嘎正气做个有没呀？嘎正气啊，呀穷啊，淘气，那个呀，点俺公司加拿的，这是我的产品，超市里可以买得到，也要好好买一下啊。呀，咖啡可乐在那里，呀，这家可乐在那里，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呀，兄弟，呀，这个叫沙雷达，我们公司的产品啊，以后在这个超市可以买得到，哦，多买一下啊，好喝的话，还有吗？呀，东爷妹，咖啡可乐呀，呀。给小黑嘛，0度有吗？哦，阿拉们通给你通穷的人的说，不喝酒的人可以喝这个0度哦，0度没有酒这个瓶子的。呀，可以修的。再有没有？你们箱子没有吧？把整箱抬出来嘛。啊，这是0度没有酒精度的啊，可以喝一下来。大家喝嘛，来，喝吧。这个是0度，兄弟们啊，0度。不发的0度拉罐啊，这是0度拉罐，本站在那里，不喝酒的人可以喝啊。阿拉们通给通穷那里打得手。妹妹，我们现在到哪里了，兄弟们？啊？阿姨对你有意思，兄弟，你不要这样说好不好，兄弟？你们咋这样呢？别人对我好一点，你们都觉得别人对我有意思。那我对别人所有人都好，你们咋不说我对别人有意思呢？是不是？啊！兄弟们，我今天发了个作品，每个人点个赞，好不好？对。今天我发了个作品，你们看一下，兄弟们啊！我们老家的话，1碗面多少钱？25块钱，是不是？我在这边吃1碗面，8块钱，兄弟们。兰州牛肉面，哎呀，太好吃了，真的。这物价，兄弟们。干啥？不上班吗？不上学吗？快手能关注就行的。他跳槽了。啊。关注就行的，我们不可怕。去店里看看噻。现在没时间啊，兄弟们，扎西的了。我都喝了差不多100斤，谢谢你了，大哥，嘎正气啊！关注交警。今天马上破了68了。哎呀，你们不要这样说嘛，兄弟们啊，真的是。西藏贡茶歌戏。
啊，啥意思？你们都来自哪里，兄弟们啊？这是到哪里了？我们又。哎呀，这不是。这不是要请我吃饭是不是？这，啊，呀，扎西得嘞，扎西得了哦。哦呀，哦呀，吓你说，吓你嘎嘎子打，喝茶了哦，扎西得嘞，打啥个啊，让个呀个。这假的，这啥茶？可家看茶的，这么进去的可真同事了的。啊，这啥？谷歌去。哥哥做那的，哥哥。西餐厅是干吃过的。这是我们产品。啊，你的产品在我们店里卖着呢。谢。兄弟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家的咖啡可乐啊，这家可拿在那里。这个是不穷哥伯，兄弟们，喝酒的人可以喝一下，这个好喝的很，价格也实惠，兄弟们。对，这两个是0度啊，不喝酒的人可以品尝一下0度。哦呀，扎西得了。那3桌过的嘛的，去做得的几点了？呀，大爷，你说就请你，我请你们2个吃哦。你们不是要请我吃吗？那我请你吃嘛。还有你嘛，3个嘛，你走嘛。兄弟们关注了吗？哎呀，这个餐厅还是舒服。这样啊，都进来吧，我请他们吃吧。等一下我买单啊。这样，你们没吃饭的都进来，我请你们吃啊！来，秀，我买单，好，全场我买单，进来嘛。你们想吃啥就点哦，你就说我请客啊，来嘛，秀，都进来嘛，哦。哎，这个舒服啊，妈呀！从早上开始准备的。啊，在这里吗？在这里做吗？我先看一下，这不是我们阿里吗？这是哪里的呀？这是我们阿里地区的嘛？你看一下，兄弟们，这是我以前经常去。샤르 송 샤르네 샤르와시 샤르 존잠님마시 대양 내샬 잠보시 버제라는 샤르송시 너는 전화 와이고 너기 어제라는 샤르송시 부저 나와가시啊，打什么为了呀，什么说都你们做嘛，我请你们喝吃啊，这是我做地方是不是？哦呀，这披萨是不是？哇呀，这是盖了口。呀，你们做嘛啊，我请你们吃。呀，阿姨干的，阿姨坐嘛，你坐这里嘛。啊，你坐嘛，一起吃嘛。你看点都点好了，来，大秀，真的吗？要啊。呀，扎西得来，兄弟们。那我先吃了啊。呀，说的，你们吃啥你们点啊。坐嘛，打点。我请你们吃啊。你请客人的。咖啡可乐，兄弟们。哦呀，开车了。手套有没有？有的在那。啊，这儿。哦呀，这啥？尼泊尔套餐。那这个不能用筷子啊，这样子吃的嘛？那里面有那一次性手套。那你得去捡一个。好吃的。下个县的这边有的。不穷哥伯你同着，我喝一个不穷哥伯那个大瓶的啤酒，喝一瓶。手机的。
是一起的啊。来去讲这个，对的。我个车上在打考察，那车上可都是你那里3万多火了前面，啊？前面每次都是火了直接。现在3万多，现在39000多才可以，怎么可能嘛？就那么才个8多个，哎， 19000多，这么多人，140多个人嘛，哎，这不一样，他开的那个不一样，是吧？我开的是快手。这是19000吗？对。不要骗我，你骂他啥子的？那么多人，这是19000吗？妈呀！哎呀，快手那么多人看我，那不对呀、兄弟们。抖音你看嘛，我才9000多人，没有1万。快手3万人的，39000人的，在这儿都考哎呀，啊，不能说是不是？来啊，用针子的，来，永春的呢，喝一瓶不穷不饱。扎起的嘞，吃了就得，就那种不行不那个，你写上去。多看看嘛，我比较喜欢喝这个，兄弟们。阿拉能得的，不够不够不抢够不同不那个呀。太好了，这里。不是另外那个永春做那的呀，还考那的，这样吃吗？啊，粗靠。没事，你拿好手机啊，你们先别吃了啊，我先吃一下啊，兄弟们。这下颌线太好了，兄弟们，真的。对，兄弟，啊，这边这一个，他口头订的，口头订上去，真的，我请他们吃饭，你看，你给他们拿菜单嘛。呀，求说了。哦，你们喝过没有这个，兄弟们？不抢胳膊做那的，不抢胳膊，我抢胳膊。阿拉的阿拉，咖啡可乐，哦，超市可以买得到，美团也可以买。对。哦，哎，我先喝一口。是跑到2年了啊，再讲就679了，一直是679。我知道。抢哥哥，扎起的嘞。我都这样拿去。后面和尚请可以吃。2万个上的。你看，兄弟们，我一口气喝了1瓶。对，对，我天天喝。其实我建议你们少喝酒，兄弟们啊，不要喝酒，真的，喝酒不好。天天喝酒干啥？啊，兄弟们。那我们这些人没事干，是不是？可以买。那每天到处去流浪，到处去吃喝。那像我们这种吃货喝货，是不是？啊，披萨，我在下颌线，这个谷歌脏餐是不是？谷歌脏是西餐，对。脏是西餐。我这有这个西餐厅。咖啡可乐可以的，阿克请客一下，是不是？阿克的钱我买单啊，等一下。那个我买单。那个助理怎么？嘛得了，真的。这个基本都要不然都。给这来。